苗栗通宵的消息，这苗栗通宵本所掩埋场伫昨透早5点外开始导火，到即马还未完全拍花，因为掩埋场内面呢囤积的家庭废弃物，消防队敢来使用怪手拿雾拿喷水来拍火，估计讲的3天才当将这个火完全拍花。要么最近呢，台北桂芳有卡透，这个臭味吹到有够远，互附近的乡亲真无奈。 消防员提水管喷对长咧烧的粪扫山，直导火怪手嘛加入行列，甲粪扫挖开倒拍火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规山顶的粪扫拢咧烧，白烟飘甲规山头拢是飘对面家厝，场面互人看甲会惊。发生粪扫山导火地点，就伫苗栗通宵镇的粪扫掩埋场。19号透早5点外开始火烧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到达要咧烧。 那大概3、4点的时候，乡亲就有发现，因为被浓烟熏到睡不着，起来看，可能有一些大药性啊、有毒物质啊什么之类的话，腐败的味道真的是很难闻。昨天就有臭味了，现在风就这样过去，昨天就是这样了。那你受得了？那这么臭，那个塑胶料啊！掩埋场直直烧，加上最近东北季风较透，臭味飘到较远，嘛，互附近的居民讲真臭。配合重型机具开挖，并且涉水降温，那除了总共出3线，面积大约有500平方公尺，那高度大概约5公尺。掩埋场咧烧的面积真大，加上堆伫遐拢是家庭废弃物，真歹拍火。相对目前干内当用怪手拿雾拿喷水，全力改备来拍火，估计3天才会当甲火完全拍花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